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仔日咱要讲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今仔日咱要紹介的是仙，這個仙大家攏知影，就是神仙，就是講人經過修煉，袂老袂死。這較像是一種概念，攏是故事在講的。科學上，無人會當考考是真是假。一般咱若講伊去做仙啊，是咧講這個人已經離開凡塵，也就是死去啊。當然，這個仙就會互提來做比喻，酒仙、澆仙、鴉片仙，就是講真愛食酒、跋筊、食毒的人。假仙毋是講人扮做神仙，是咧講人真夠做表面，真夠結空結戇，頂毋知安尼。像講明明就無甲伊熟悉，逐遍見面，就要假敢若像真思念安尼，實在有夠假仙。嘛有講假仙假毒，老劍仙是咧講一個人思考周至，經驗豐富，老江湖。話會當安尼講，伊迄老劍仙，你騙伊袂著啦。閣有一種是一寡職業的稱呼，有尊敬的意思，親像相命仙、地理仙。最後要講的是咱故事內底迄句話：仙講得毋聽。佇遮的意思就是較安怎講攏無效，神仙來嘛無法度處理，親像仙考都考無，仙講都講袂了，伊真好打，仙嚇都袂驚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龍小書店就紹介到這，請各位聽眾朋友繼續甲阮支持甲鼓勵，有緣閣來哦。